你訂嘅酒店都唔包早餐，呢間酒店嘅早餐156蚊一位啊！咁貴？咁我上某魚睇下有冇得賣啦。哇，先4蚊啫喎，係啊嘛？咁平，見唔見啊？反正都4蚊啫，就算俾人困啊都唔肉食啦，咪試下咯。Later，先生你好，呢個係我哋酒店嘅早餐券，你收好，千祈唔好投訴，唔好俾差評我哋啊！祝你哋用餐愉快。我冇投訴過喎，呢部風扇都賣成65蚊啊！咁貴，不如上某魚睇下，應該會平啲嘅。係喎，平成30蚊喎，咁就買部啦。喂，你好，咩快遞啊？風扇？風扇我收到貨啦喎，我申請緊退款。我好似冇喺你哋嘅平台買過嘢喎，你咪打錯咗啊？唔通某魚嗰人用你電話地址去其他平台落單，之後等你收到貨之後，佢申請緊退款？哇！呢啲無本生利喎，咁都得啊！撲街啦！我尋日買錯咗個機票，退票嘅話手續費好揦脷嘅喎，冇計喎，機票一退嘅話肯定唔見咗一大筆。咁有咩計呢？咦，換咗新手機喎！係啊，轉轉買啫嘛，慳錢睇睇轉轉啊！呢個時候去高記買真係抵啊！呢部 iPhone 14 Pro Max 成日要4548，相當於新機3折，性價比超高啊！而且轉轉上邊嘅手機 iPad 啊、大疆寶騎3啊都抵啊！真唔真啊？轉轉係專業嘅官方業餘手平台，擁有多種專利質檢設備，件嘢都經過工程師全面檢驗，仲有7天無理由退貨同1年質保啊！依家去轉轉手大派補貼，最高可以領1000元優惠券啊！趁依家平台仲有活動，大家去轉轉睇下有冇中意嘅數碼產品啊！算啦，蝕咗錢當自己黑仔啦！咦？呢度上面話可以開證明免費退機票喎，咁試下啦。Later，請上傳材料證明即可免費退票。咩證明嚟㗎？居民死亡醫學證明？唔係啊嘛？開個證明，開死咗自己。